乐片的内力报道，我同大家来看到客家音乐100年来的发展历史，提醒同大家来认识3届客家市的音乐家，分别田志宪、邱信和罗大佑。田志宪对日本时代创作当多好老歌曲，安慰人心，也安慰了本阿伯的民众。那邱信係用搖滾的曲風突破民歌曲限，為流行音樂打下基礎。還暗示講羅大佑嘅音樂充滿對社會嘅反思และ批判，佢哋用音樂為所在嘅時代對話，展現無窮樣嘅人文風景。1930年代，日本統治台灣為40年。現在日本對台灣作為動作現代化建設，鼓勵台灣的發展動機。社會經濟的改變冇辦法滿足台灣知識分子，佢哋真正想改變的係屬人統治、屬人限制的生活。鼓勵開始用筆表達出感情，關懷社會。其中田志憲係用音樂表現基隆市嘅平民文化。他是從台灣到日本去學音樂的，他所有的技巧、他的觀念是完全專業的啊，跟以前民謠創作者是截然不同的。田志憲對台灣民間音樂文化動有興趣，稍微動到資料，用台灣文化做基礎，再個用新的樂器同創作方法來寫歌詞。一種接觸台中嘅藝術思想，鼓勵將音樂動手發揚。像我手上拿的這個稿，哈，是我祖父的手稿。那這是閒花盼的樂譜，它有各種的一個樂器的一個譜，比方說薩克斯風、小提琴、鋼琴、吉他等等的譜，哈，都在，他就把它注明得非常清楚。每個年代會有它不同的感覺結構，對於同樣一個東西，那會給它一個不同，它這個適合這個時代的詮釋。那望春風，他今天已經確立了他所謂的台灣民謠的地位。那不管你認不認同，基本上它都是象徵着一個台灣的一個精神吧。反映基隆市社會大眾的情感，田志憲寫出一條又一條感動人心的歌曲，四季風的野獸，望春風，一夜花一朵，一台成功一台，係台灣人文資產的一部分。國民政府來台灣報告，查驗基隆市社會所講的秘密之音，也就是對人心無鼓勵作用的歌詞。還對音樂歌詞內容進行審查。70年代，台灣經濟開始發展，社會形態產生改變。大學生對基隆市流行歌曲動不滿，講愛創自家嘅歌詞，鼓手拿定吉他自家彈自家唱，開創嘅高野民歌時代。小小合唱團用藝術秋菜健雅，將民歌嘅發展帶到另一個方向。因為俺的民歌所有中華文化戒嚴體制檢查過的，所以其實所有的民歌創作總和來講，名次的講是被閹割的攻擊，沒有雄性，沒反映社會的任何現實。秋秋是因為秋成不滿足於只寫像民歌這樣的東西，那秋成他自己一直在彈吉他嘛，那他也彈搖滾的東西，所以後來會出現秋秋合唱團，一點都不意外，因為他想要自己有所區隔嘛。春天的花開，秋天的風，以及冬天的洛陽。啲民歌時代過後，台灣嘅流行音樂每年經營有為新嘅發展。80年代產出頭稱有代表性嘅人物，就係客家音樂創作者羅大佑。
罗大佑是以身世家出世嘅，虽然读医科，唔过懂分音乐。透过音乐批判社会，冲出小市民嘅心酸快乐同生命能量。阿西亚嘅古语，献上72遍，六公小镇一条，创作出一条又一条动受欢迎嘅歌曲。70年底那段时间呢，在台湾其实是个，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有史以来是最风雨飘摇，然后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年代。我反而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面，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沉静下来的方式，用歌来表达一些简单一点，然后人的心情，然后让它沉淀下来。我们客家人比较不太大声的去批判，我们都是传统以来都是属于比较忍耐的，但是呢，大佑是一个比较具有攻击性的那样的。罗大佑的确是反映那个大时代思考，只是我说他不能作为抗议歌手，他并没有真正介入那个社会抗议，他更像是一个知识青年对社会问题的一些抒发而已。听一些休息罗大佑，佢哋就會行業，未創造出嚟超越族群嘅作品。佢哋嘅音樂比時曲唔聽聽嘅時代，扮演響響民眾現代意識嘅重要角色。一般佢哋潛到自我價值。香港啲主流音樂嘅發展史當中有重要嘅地位。下個新聞林建耀、齊飛利台北報道。